我第一次了解若望保祿二世呢位教宗咧，就係喺普世青年節啊。因為咧喺2016年嘅時候咧，我有機會咧同一班嘅朋友咧一齊去到波蘭去參加呢一個普世青年節。咁喺嗰個時間咧特別因為嗰一次係喺波蘭啦，特別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嗰一次嘅聖人咧都好強調嗰個主保聖人係John Paul II 啊，若望保祿二世。咁所以其實我就係喺2016年嘅嗰個普世青年節當中咧，就會去了解多啲關於若望保祿二世嘅事蹟咯。我覺得咧若望保祿二世呢一位教宗啊，呢一位聖人啊，最 inspire 我、最鼓勵到我嘅感動到我就係佢對於青年嘅嗰一份關懷。特別係我而家啦，都喺學校裏面工作，咁都好欣賞呢一位聖人對年青人嘅嗰一種關顧。喺佢生平嘅事蹟當中咧，都好強調同教會同青年人之間嘅聯繫。我覺得呢一個係好 inspire 到我嘅一個事蹟啦，或者係佢成個生平當中最感動到我嘅一個特點咯。我覺得喺佢嘅生平當中，除咗頭先講嘅同青年嘅關顧之外咧，我覺得佢對於身體神學嘅嗰一個嘅了解，同埋佢對於身體神學嘅嗰個建構咧，對我都好大影響。因為而家嘅青年當中咧，好多好強調對於性嘅開放啦，對於戀愛關係嘅，或者係將來婚姻關係嘅一個嘅誤解啦。我覺得若望保祿二世喺呢一方面咧，都好觸動到我，特別係好讓我能夠去了解更多對於婚姻聖事同埋對於兩性關係之間嘅嗰一個嘅了解啦。咁同埋就係我而家喺學校裏面啦，其實都有即都同而家嘅年輕人去講若望保祿二世嘅呢一啲身體神學嘅一啲少少嘅知識嘅時候，咁其實佢哋都好即係好想了解多啲。咁所以我覺得除咗頭先訪問當中講佢對青年嘅關顧之外，咁其實佢喺身體神學上邊、色心文化上邊嘅嗰一個建構啊，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觸動到、好令到我好佩服呢一位聖人嘅一個事蹟咯。咁咧其實呢一個比賽咧都係有一位嘅神長咧，都同我去分享呢一個比賽。咁我都希望鼓勵更多嘅青年人啦，都可以去參加呢一個嘅比賽。咁喺當中咧都可以學習更加多關於呢一位教宗咧若望保祿二世嘅事蹟啦，同埋佢嘅一啲嘅特點啊。都希望各位嘅青年人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比賽咧更加去了解呢一位聖人之外咧，都可以咧喺呢一個比賽當中咧可能發掘到一啲自己嘅才能啦，係啦。咁咧最後咧都希望各位嘅青年人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多啲了解呢一個嘅比賽嘅。